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， 無廣告任聽節目，定期仲有限定劇場更新添。我喺 Patreon等緊你啊！近期泰柬軍事衝突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？原來唔單止係軍事上嘅衝突啦，有媒體報道話，兩個宗教國家嘅降頭師同埋高僧已經開始隔空鬥法，一邊係施法詛咒對方嘅將領，一邊係着高僧加持嘅背心阻止詛咒攻擊。哇！今輪真係咒術迴戰走進現實啦。諗講起國家之間嘅鬥法呢，其實之前節目就已經分享過中日當年嘅鬥法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先收藏，等陣再去睇下。今日再借呢個契機，同大家講下中國同東南亞國家嘅另一場鬥法故事，真係唔講唔知道，居然仲同廣州可能有密切關聯。咁當年究竟係咩一回事呢？大家好，我係講古仔碌斌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下1983年中泰越鬥法事件。相傳喺1983年，中泰靈異大師喺中越邊境152高地鬥法，雙方都召喚咗神秘力量嚟對抗，隔空鬥法。中方以棺材壓制越軍請過嚟嘅泰國降頭師，途中遭遇瘴氣、畸形屍體同埋毒氣襲擊。聽講兩方嘅大師當時鬥到水深火熱，最後兩敗俱傷添。咁歷史上係咪真係存在過呢一件事呢？關於呢一場152高地嘅鬥法事件，喺40年嚟喺民間係流傳住好多個版本嘅，但每個版本嘅核心都離唔開靈異對決，而且各個版本嘅細節都係越傳越誇張。咁今日我哋主要為大家講下3個最主流嘅版本，睇下你哋認為邊一個先係最接近當初真相嘅版本。第一個版本係從民間恩怨上升到國家層面嘅。呢個中泰越鬥法嘅故事版本最開頭係起源於80年代初嘅廣州嘅，而且開頭根本同戰爭冇關，反而係開始一對夫妻嘅離婚糾紛。諗個男方係做外貿生意嘅，家底好好，女方嘅離婚之後就覺得分嘅錢太少，心入邊吞唔落呢啖氣，居然偷偷地揾咗位喺廣州本地活動嘅泰國女古師，哇，使一大筆錢同男方落咗個破財咒。估唔到呢個咒語真係有用，男方嘅生意不停出問題，訂單被搶，貨物被扣，損失慘重。但係男方好快就查到係前妻搞震，佢就非常之嬲，不甘示弱，託咗好多層嘅關係，揾咗位聽講可以破古驅邪嘅國內高人嚟反擊。幾番較量之下，女方請嘅泰國女古師就徹底敗下陣來，而且仲被邪術反噬，搞到半身不遂添。雖然請翻嚟嘅呢個打手輸咗，但女方唔單止冇醒悟，反而懷恨在心。哇！今日直接翻到自己鄉下越南，搬嚟咗壓箱底嘅救兵，一位號稱係泰國頂尖降頭師關門弟子嘅師傅。呢位越南師傅嘅手段更加犀利，擅長養小鬼換陰兵。一嚟到廣州就大大聲咁話，要令到南方家破人亡。佢仲特登將鬥法戰場揀咗喺中越邊境嘅152高地，話嗰笪地方係三不管嘅陰陽交匯之地，陰氣最重，最合適嘅施展邪術噶啦。開頭兩邊啲人馬都仲係小打小鬧，未波及外人噶嘛。但估唔到呢個越南師傅越鬥就越兇狠，男方屋企人唔單止生意冇咗，屋企人仲一個病完又一個，不停喺度出意外。更加離譜嘅係呢件事慢慢失控啦。越南師傅為咗逼南方認輸，居然開始召喚陰兵襲擾邊境附近嘅村民，甚至波及埋路邊嘅解放軍巡邏戰士。有戰士路過高地附近嘅時候，會突然聽到啲詭異嘅喊聲，有啲仲會莫名頭暈，差啲跌落山崖。南方今次係徹底驚啦，知道自己惹埋晒啲唔應該惹嘅人，嗱臨託關係，請咗位隱居多年嘅道教大師啦。大師聽完前因後果，又查咗下152高地嘅氣場，表情好嚴肅咁話：對方起咗殺心啦，再唔出手，唔單止南方全家難保，可能就會連累更多無辜嘅人。落定心水之後，
大師就唔再留手啦，開始全力備戰。佢特登揾咗一個養過殺嘅百年老棺，棺材入邊鋪住黃符，裝住7個開過光嘅銅錢，一把浸過朱砂嘅桃木劍，同埋一執攞黑狗血浸過7日7夜嘅紅繩。準備好晒之後，大師係帶住2個弟子直奔到中越邊境嘅152高地。嗰場對決啊，比戰場上面嘅炮火交鋒更加之恐怖啊！越南師傅一念咒語，喺隨身個袋入邊放出10幾隻成身都係血、面目扭曲嘅畸形小鬼，鬼殺咁嘈咁就撲向大師身上。咁大師都好淡定喎，一手掀起百年老棺嘅棺蓋，棺材入邊瞬間冒出一股嘅黑色殺氣。啲鬼仔一掂到殺氣啊，即時慘叫一聲，化成黑煙。越南師傅一見到我心急啦，又噴出一團墨綠色嘅瘴氣，瘴氣所到之處，草木瞬間枯萎。咁大師嗱嗱臨攞出提前準備好嘅糯米同朱砂，一扎咁灑過去，瘴氣遇着糯米朱砂，瞬間就散咗一大半。最後大師仲咬穿條脷尖，以自身精血為引，揮住把桃木劍，直奔越南師傅嘅本命燈。嗰度啊，係降頭師施法嘅根基，燈滅就人亡嘅。咁越南師傅攔都攔唔切啦，只能眼白白望住桃木劍釘穿咗本命燈。隨住本命燈熄滅，越南師傅噴出一啖嘅黑血，啷下啷下咁，成個人累咗落地，再都冇起翻身啦。呢場鬥法，大師雖然係贏咗，但亦都損耗咗好多嘅元氣。翻去之後冇幾耐就仙逝啦。聽講呢場跨界鬥法嘅所有細節呢，收尾亦都俾相關部門封存歸檔，淨係喺玄學圈子入邊俾少數人慢慢流傳，成為咗一段離奇嘅都市傳說。好啦，我哋再講個第二個版本吓。第二個版本呢，係同當時嗰場戰爭係有直接關係嘅。嗱，部分人應該知道，1983年中越邊境嘅戰事呢，正喺度打緊嘅。我方3年接到命令，要奉命攻克152高地。咁開頭打得呢，仲算順利嘅，戰士憑借默契配合，順風順水攞下咗前2道嘅防線，士氣正盛嘅隊伍就向住主峰逼近啦。但就喺前鋒部隊踏入主峰附近嘅叢林嘅時候，一樁樁詭異到令人成身起晒雞皮嘅事，突然就連續發生。衝喺最前面嘅3名戰士，明明係冇穿冇爛嘅，但好似俾無形嘅力量抽走晒成身骨頭咁，毫無徵兆，成個人搭咗落地。咁班戰友啊，即時衝上去睇下啦，發現3個人擘大對眼，瞳孔入邊充滿住恐懼，而嘴角居然掛住一絲講唔出嚟嘅詭異笑容。呢種笑容啊，係同正常戰士陣亡個樣係完全唔一樣噶。咁後來趕過嚟嘅法醫係認真檢查啦，睇嚟睇去都冇喺3個人身上揾到任何嘅外傷，又冇彈窿，又冇搏鬥嘅痕跡，冇人搞得清佢哋究竟係點樣死嘅。而更加邪嘅仲喺後邊，刑部擔心係越軍投放咗化學毒氣，即時就派防化兵嚟增援。防化兵啊，着住整齊嘅防毒面具，小心翼翼咁捐入到去彌漫住淡綠色瘴氣嘅叢林，但四周圍揾勻晒啦，連一個越軍嘅毒氣彈殘骸都揾唔到啊！點知就喺佢哋準備撤退翻到匯報情況嘅時候，意外再次發生。冇過半個鐘頭啫嘛，隊伍入邊突然有2個人原地雙腿一軟，無端端就暈咗落地下，而且佢哋把口啊仲不停喺度亂噏24，講嚟講去就2句說話：好多蛇啊，好多紅色嘅蛇纏住我啊，唔好捉我啊，好多手喺地下伸出嚟捉我啊！見到連續出現咁多離奇嘅狀況，形象都非常心急，前線戰士亦都開始人心惶惶。於是佢係嗱嗱臨向上級緊急求援，但係估唔到等嚟嘅並唔係增援嘅兵力，而係2個着住不挺中山裝、氣質陰沉嘅神秘人。嗱，呢2個人身高就唔高嘅，面色蒼白到啊，一啲血色都冇，身上住透露住一股生人勿近嘅冷意。咁隊伍入邊呢，就有人細細聲喺度討論啦，話佢哋啊係專門處理呢類離奇事件嘅749局特派員。咁亦都有人話，
佢哋係上級特登喺民間請翻嚟嘅靈異大師嚟噶。咁無論咩身份都好啦，呢兩個神秘人冇同任何人進行過交流，淨係攞眼神輕輕睄咗下叢林方向，對身邊嘅戰士交代咗一句，叫大家喺山腳下邊攞朱砂同黃紙布個簡易結界。跟住兩個人就夾手夾腳抬住一個冇上漆嘅黑棺。呢個棺材望落去好重下，唔知裝住啲咩嘢嘅。跟住佢哋就行入去瘴氣彌漫嘅叢林深處啦。跟住落嚟嗰2個鐘頭，成個152高地附近非常安靜，安靜到可怕。叢林入邊一啲槍炮聲都冇傳出嚟，但係時不時會傳出一陣沉悶嘅，好似野獸俾人揞住把口嘅叫聲。間唔中呢，仲聽到啲指甲刮住金屬嘅刺耳聲。聽到山腳下邊啲戰士成身起晒雞皮。所有人握實把槍，一直望住叢林嘅入口，冇人夠膽講一句嘢。直到個天慢慢變暗，嗰2個神秘人先喺叢林入邊行翻出嚟。行喺前面嗰個面色慘到成張紙咁，嘴角仲掛住一絲暗紅嘅血跡。而跟喺後邊嗰個呢，直接成個人軟晒，俾前面嗰個人扶住出嚟。佢晨早就陷入咗昏迷狀態。班戰士一見到即時轟轟聲衝上去幫手，將昏迷嘅神秘人抬上擔架啦。臨走之前，嗰個清醒嘅神秘人淨係對營長留低咗句說話：這送醫眼，陣亡戰士就地深埋，千祈唔好掂佢哋嘅遺物，咪先會出大事嘅。講完呢番說話，佢就合埋把口，再都唔肯講多一隻字啦。最後按照神秘人嘅囑咐，我方就冇再強行喺主峰正面衝鋒，而係兜路到去側面佔領咗152高地。更加令人在意嘅係，戰鬥結束之後，所有參與呢場行動嘅戰士都被要求簽咗嚴格嘅保密協議，明確規定唔俾對外透露任何關於神秘人、黑棺同埋離奇陣亡嘅細節。嗰段發生喺152高地嘅詭異經歷，就此成為連隊入邊諱莫如深嘅禁忌，再都冇人夠膽輕易提起啦。好啦，第2個版本就講完啦，我哋再嚟講下第3個版本。呢個版本亦都係當中最為之恐怖嘅，入邊疊加咗好多嘅獵奇元素，將戰爭玄學怪物全部湊埋一齊，簡直好似睇小說咁。雖然有好多人睇到津津樂道啦，但聽落去呢，可能就冇咁真實啦。喺講之前先提醒大家，如果你仲未訂閱我頻道嘅話，非常歡迎你點翻個訂閱。每個星期我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、詭異事件，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。第3個版本嘅背景依然係1983年嘅152高地，但今次嘅邪蟲唔係降頭師啦，而係越方用邪術將戰俘同埋野獸融合催生出嚟嘅紅鱗怪物。呢種怪物成身覆蓋住暗紅色嘅硬鱗，體型壯到好似水牛咁，力大無窮，仲可以噴射出毒漿，一掂到啲草木即時就枯萎晒。聽講當時我方有個班嘅巡邏戰士遭遇怪物突襲，損失慘重，2個人仲被直接撕成碎片，其他人吸入毒漿之後神志不清，全部拖晒去洞穴入邊。後續有人揾到啲戰士嘅遺體，一唔係就係冇外傷但全身發黑，一唔係就係肢體扭曲，骨頭盡斷，總之係非常詭異啦。於是上級就嗱臨喺全國請咗7位靈異大師翻嚟，組成隨從小隊，帶住黑棺、八卦鏡、鎮魂鈴同埋唐代鎮妖劍趕赴前線。一班大師喺高地布下7星續命陣，將黑棺放喺陣眼，攞鎮魂鈴引出怪物。個對決場面堪比係玄幻大片。班大師念咒驅動八卦鏡射出金光，怪物就大叫一聲噴出黑煙。一名大師不慎俾怪物搲傷，傷口瞬間發黑潰爛，當場冇命。而帶頭嘅大師一見到咁嘅情況，即時掀起黑棺，入邊瞓住嘅居然係一個清代乾屍。乾屍一接觸到空氣之後，即時就擘大眼坐起身，對住怪物吹咗一啖陰氣，呼一聲，
怪物瞬間就僵硬晒，鱗甲碎裂，化為一灘嘅黑水。咁事後班大師就叫戰士將乾屍同埋陣亡戰士嘅遺體埋咗佢，撒上朱砂同埋糯米嚟壓邪，仲將黑棺帶走燒毀，話佢沾染咗陰煞，留低喺度會再引邪祟嘅。但係呢3個版本故事嘅細節呢，可以話相差到冇雷公咁遠嘅，但佢哋都係可以喺民間流傳成幾十年，甚至令唔少人深信不疑。咁我哋先唔講其他嘢啦，無論入邊情節點變都好啊，大家最關心嘅核心問題就得一個：鍾太乙鬥法呢件事究竟係真實發生過嘅秘聞呢，抑或是後人作出嚟嘅離奇故事呢？嗱，咁今日講嘅答案呢，可能會令到唔少獵奇愛好者失望嘅。我哋抄匀晒所有嘅權威資料，都揾唔到任何關於靈異鬥法嘅記錄。查閱對越自衛反擊戰嘅權威戰史、國防部嘅公告同埋當年參戰老兵嘅公開回憶錄，冇任何一份資料係提到靈異大師、降頭師、紅鱗怪物等等嘅之類內容。當年嗰場152高地嘅戰鬥呢，係真實存在嘅，但核心內容都係常規嘅陣地攻防戰，傷亡原因主要就係炮火、地雷同埋叢林環境導致嘅非戰鬥減員，根本冇任何關於邪祟作惡嘅記錄。咁點解呢啲相關嘅故事可以喺民間流傳成幾十年，甚至大家都咁信呢？咁我認為啊，呢個應該係同戰爭本身嘅神秘感，同埋呢啲傳說故事入邊嘅細節真實感係有關嘅。中越邊境嘅152高地本身就喺茫茫嘅叢林深處，常年都係瘴氣彌漫、蛇蟲遍地，環境非常惡劣嘅。咁當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嘅時候呢，戰士喺度作戰，好多人因為唔適應濕熱嘅氣候，俾毒蚊毒蟲咬過，或者長期處於高度緊張嘅作戰狀態，確實係出現過非戰鬥減員嘅。而更有甚者嘅係，長期留喺呢啲咁陰暗潮濕、密不透風嘅貓耳洞入邊，精神好容易崩潰，上咪會產生啲咩睇過黑影一閃而過，聽到啲莫名怪聲之類嘅幻覺啦。呢啲本來又真實又殘酷嘅戰場體驗，咁啱就可以成為傳說入邊無外傷陣亡、亂咁講嘢等等詭異情節嘅現實反映。大家將嗰啲難以解釋嘅減員啊同埋幻覺添油加醋咁，就變成邪術作祟。再加埋每個版本入邊啊，都有啲好具體嘅道具或者場景，比如攞嚟鎮邪用嘅黑棺啦、驅殺用嘅朱砂啦、降頭師嘅本命燈啦，呢啲細節啊，一聽就好有畫面感，咁好容易令人信以為真啦。而呢度最關鍵嘅呢，就係傳說入邊加咗749局特派員、全員要簽保密協議等等嘅設定，咁啊更加激起大家嘅獵奇心理，越講越神秘，越神秘就越有人信，慢慢就將一段普通嘅戰場記憶傳成咗神乎其神嘅靈異對決。嗱，當然啦，歷史上面冇記載都有一個可能，咁就係呢啲傳說當中嘅其中一個版本真係真嘅，只不過因為擔心大家過於恐慌，又或者其中涉及一啲當時嘅機密，唔方便公開俾大家知道，所以歷史上咪冇任何記載咯。咁唔知大家覺得呢啲故事入邊有幾成真幾成假呢？歡迎喺評論區入邊分享你嘅諗法啦。咁今期嘅故事就講得差唔多啦。如果你中意本期節目嘅話，希望可以點翻個 like。咁如果你仲未訂閱我頻道嘅話，咁就快啲啦。我係講古仔碌斌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。每個星期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、詭異事件，相信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。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中意我講嘅古仔，歡迎 Super Fans 或者加入我嘅會員支持製作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集見。